今日遊人指報會同大家由梅窩行去愉景灣，登上長長嘅天梯，放慢腳步欣賞海岸之餘，探索埋生態同埋歷史古蹟。今次路線呢，大約9公里左右啦，需時4小時左右。我哋會由中環碼頭坐船去到梅窩，船程大約30至45分鐘。落船之後呢，就會見到一個好靚嘅銀礦灣泳灘，亦係梅窩主要嘅景點之一。行去愉景灣呢，我哋必須途經長長嘅登山天梯，會經過山頂觀景台、聖母神樂園、公公農莊等等嘅景點。抵達愉景灣之後呢，我哋會去埋中央公園。香港第一個 DB's Oasis 城市綠洲花塔，亦係設於香港愉景灣中央公園，專為授粉昆蟲而設嘅城市綠洲項目，為授粉昆蟲提供重要休息同埋補給點，以及所需嘅食物同埋水源地方。我哋今次路線呢，非常之豐富，由日頭玩到夜晚。想知道行程係點樣行呢？大家記得睇埋落去啦。Hello， 早晨，又嚟到遊人指報嘅 Kinky 啊！而家咧我就身處呢個梅窩碼頭啊，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去行山嘅。咁個行山路線我哋會由梅窩咧就行去呢個愉景灣嘅。咁當中咧有好多唔同嘅行山路線啦，我哋會經過神樂園啦、一啲農莊啦，同埋一個中央公園，係非常之靚嘅。咁所以而家事不宜遲，即刻出發啦 ！Let's go！啱啱咧我就喺中環碼頭啦，搭咗10點半呢班船啦，咁就嚟到呢個梅窩碼頭啊！大家嚟嘅時候咧睇一睇船嘅班次啦，咁有快船同慢船啦，咁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下咧嗰個船期嗰個班次啦。咁出到嚟碼頭之後咧，就一路沿海啦，咁就可以望到呢個銀礦灣泳灘啊！銀礦灣泳灘咧都係梅窩一個非常之靚嘅一個海灘，同埋今日難得非常之好天啦，咁所以咧個景觀係非常之靚嘅。落到嚟呢個銀礦灣泳灘啊，啲水咧非常之清啦，水清沙幼啊，好舒服啊呢度。銀礦灣泳灘咧位於新界大嶼山東部嘅梅窩一帶，因為山上面嘅銀礦洞而得名嘅。銀礦灣泳灘嘅海水非常之清澈，成條海岸線全長咧600米左右，水都唔算深，遊客亦都唔算多，係一個非常之適合游水同埋海邊散步嘅好地方。銀礦灣泳灘仲有個更衣室同埋洗手間。大家出發行山之前呢，可以先喺度去一去洗手間，再開始你哋嘅旅程。行到呢個位置呢，你會見到愉景灣呢個路牌啦。咁我哋就向住前方一路直行啦。而家呢，我哋就行緊一啲斜路啦，同埋之後呢會有啲樓梯級嘅，咁就上到一個觀景台，可以睇一個好開揚嘅風景嘅。我哋咧而家一路沿住石屎樓梯啦，一路行上去觀景台。咁你其實望翻去後邊咧，沿路呢個景觀都非常之開揚，仲望到呢個銀礦灣泳灘啊，同埋今日咧非常之好天啦，所以個景觀係非常之靚啊。雖然愉景灣咧行去梅窩呢條路線啦，路線唔算太長，8K 左右啦，但係初行山嘅人士嚟講咧，都最好帶備足夠涼水啦，同埋適合嘅裝備先好出發啦。沿住山徑行過嚟咧，你會見到嗰度咧有個小山坡，就係蝴蝶山啦。然之後我後邊呢個山坡咧就係東灣頭。咁然之後我哋一路行咧，我哋就會經過紅隧山。嗰度有啲咩玩咧？而家就即刻帶大家去出發。行咗唔夠20分鐘咧，咁已經好快嚟到呢個觀景台啦。觀景台行出嚟咧，你會見到一個草坡啦。望出去咧，你就會見到呢個聖母神樂園啦。對面呢個島仔咧就係坪洲啦，同埋望到青馬大橋噶，景觀非常之開揚啊！而家沿住呢條斜路行落去咧，咁就係呢個聖母神樂園啊！咁大家前嗰幾年玩飛越大嶼山賽咧，呢段咧就係尾段上山啊！每次經過呢度咧，我都覺得非常之吃力嘅呢段斜路。但係今次呢條路線咧，我哋係行落去嘅，咁所以會比較輕鬆好多啦。我哋咧而家嚟到呢個聖母神樂園啊！而家帶大家入去參觀下啦。聖母神樂園其中一個熱門嘅打卡點就係我而家身處呢個聖母亭花園嘅門樓入口啦，刻有拉丁文嘅祝福語，意思係進入者得平安。原來建有一座呈6角形嘅聖母亭，係紀念葡萄牙花地瑪聖母嘅。我行過咁多次，真係未嚟過呢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神聖嘅地方，所以嚟咧就要細聲啲講嘢啦。喺1950年由天主教修士興建嘅聖母神樂園，前身係十字牌牛奶嘅牛乳場生產地，
而家仲可以見到牛吠遺跡，有時間嘅話咧，都可以入去參觀下由花崗石竹砌成嘅小教堂。聖母神樂院附近亦有14處苦路，分別係樹幹掛上木製嘅十字架同埋耶穌嘅照片。呢度有個十字架。頭先沿路一路行咧，每一棵樹都有唔同嘅十字架，佢仲有個 number 喺度。如果由山下邊第一處耶穌被判死刑，走到山上面第14處耶穌被埋葬呢，大概需時20分鐘。有時間呢都可以朝聖一下㗎。呢個十字架就寫住縮島啦。沿住斜路一路行落嚟咧，你會見到個分叉位，我哋就唔好一路直去啦，我哋就靠左手邊行。咁有個路牌咧就寫住我哋向愉景灣方向一路直行啦。我哋又行一個會唔會上車啊？今日練下腳力啦。愉景灣已經離我哋好近啦，後邊就係啦。落到嚟咧會經過一啲村落啦，可以望到海啊。我哋由聖母神樂院步行去臉樹灣，大概30分鐘左右。途經村入邊咧，都會見到大大小小嘅農田，有一戶喺田野上面咧會掛上5色彩旗，佢就係公公農莊啦。公公農莊啊，隨時可以入去參觀下。好搞笑嘅隻貓喺度，我有狗，有狗。公公農莊係由一對年老夫婦經營起碼超過10年。農田都係種滿當造嘅有機作物，例如有芥菜、椰菜、生菜、紅菜頭、皇帝菜同埋蘿蔔等等。每朝即榨即賣，主要係供應俾附近嘅居民，亦都有路經嘅行山人士順道入嚟購買㗎。我哋去完公公農莊參觀完之後，行出去沿海邊去愉景廣場，中途你會見到好多去坪洲嘅街道，10分鐘就已經可以去到坪洲，可以隨時 Islands Hopping。步行大概15分鐘左右啦，就會到達愉景廣場。愉景廣場係愉景灣最大嘅商場，有餐廳、咖啡、超市、購物商店同埋溜冰場。咁我右手邊咧就係愉景灣碼頭，沿海咧都非常之多食肆啦。尤其是咧喺黃昏嘅時候咧，大家可以選擇你中意嘅食肆啦，咁又可以望住呢個黃昏日落啊，食你嘅下午茶，非常之寫意嘅。我哋沿住愉景灣海灘呢一路行過嚟咧。咁你會見到我哋左手邊咧會有條路啦，咁就行上去啊。咁我哋呢條路再上咧，靠右邊行咧，一路直去咧，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嘅中央公園噶啦。呢個路口轉右啦，我哋再一路向前行。我記得行呢條路咧嘅左手邊咧，山上面咧就係長山同埋老虎頭啦。之前有咧玩呢個飛魚大魚比賽咧，都係必經嘅一個山頭啦。咁我哋次次都喺呢個山頭落嚟呢個愉景灣做補給嘅。我哋一路沿住石屎路行上去，見到馬路咧會有個分叉位，之後我哋靠右轉一路行咧，你會見到有條樓梯，行落去咧就已經好快到達中央公園噶啦。愉景灣中央公園佔地面積都好大，綠化環境都做得好好，一路沿住海邊行咧，仲有條長廊可以俾人散步，而且草地都非常之大，亦都好多人喺度放狗。如果大家都有機會嚟愉景灣行山嘅話咧，不妨同你朋友嚟呢邊行一行，吹下海風啦。得閒可以喺度野餐，非常之舒服。香港第一個 DB's Oasis 城市綠洲花塔，亦係設於香港愉景灣中央公園，專為授粉昆蟲而設嘅城市綠洲項目，為授粉昆蟲提供重要休息同埋補給點，以及所需嘅食物同埋水源地方。我哋就沿路啦，翻去呢個愉景廣場啦，咁隔離就係呢個愉景灣碼頭啦。咁頭先咧都喺呢啲餐廳咧食咗啲嘢啦，咁而家準備搭船翻中環啊。咁今日非常之開心啦，因為咧愉景灣呢條路線都非常之寫意啦。由梅窩行過愉景灣咧，總長8至9 K 啦，需時3-4個鐘度啦。咁啊，可以欣賞下黃昏日落啦，亦都可以享用下愉景灣海邊嘅餐廳。咁啲嘢食咧都非常之好食啦。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愉景灣玩完之後咧，都可以順道過去坪洲行嘅。因為愉景灣附近咧會有個街道碼頭，可以隨時隨地 Islands Hopping， 10分鐘咧就已經可以去到坪洲噶啦。咁我今集就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中意睇我片咧，記得 subscribe 有人知報 YouTube channel， 撳埋隔離鐘仔啦，有新片會即時通知大家。下集再見，拜拜。今日由人指報又到呢一度。如果大家中意睇我片，記得 follow 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仲有 subscribe 埋嘅 YouTube channel 啦。